家屬的部分就是我還是會努力的去盡可能去達成和解，道歉的部分當然是還是會一直持續去道歉。今年4月底，歌手區軍掛翠暗現身家人地見，因為前年年底食燒酒洗車吊絲電死逃逸案也在審理，伊佇咧鏡頭前真低調，想要到出庭前2個月又閣出代誌。今年2月初早起7點外，台北市中山區中安東路一間酒吧，當時區軍甲2個朋友咧食燒酒，看隔壁桌臨時酒客無順眼，雙方就起冤家屬落來爆發衝突，6個人佇咧酒吧相拍，警方接到通報到場控制，核對身份了後，甲所有人攏總帶登去派出所。在這裡向社會大眾道歉，就是尊重，就是庭上的決定，這樣子，然後希望可以還給被害人一個公道，對，然後也為自己犯下的錯誤去承擔一切。前一屆國民法庭審理的時，佫佇咧鏡頭前會室裡，看起來已經和解，不過甲伊甲人相拍，才差無幾個禮拜。為什麼要造逃？當時不知道撞到人嗎？去年5月初5，經過100多天的羈押，真無簡單，才紅高報出來。不少歌迷攏抓準區軍會改過自新，想要到高鐵出袂少麻煩，擱再互警方移送法辦。